收看《Go Go Go 咖位》，我是明华。天气好冷哦，寒流一波接一波，天气越来越冷了。这种天气做什么最好呢？当然就是泡汤了。说到温泉，就是温餐，温餐就是温泉。泡完之后呢，真的会觉得通体舒畅哦。冷气团报道，多人就爱跑温餐，温度低，这时候泡在暖乎乎的温餐里，超级享受，让自己的筋骨放松，身体舒畅，这可是冬天里的小确幸。哇，泡完温泉可以看到身体真的是暖乎乎的。不过别急着走哦，因为现在还是可以在阳明山上赏樱花。虽然是晚上俺不挑了，但是呢，可以看到赏樱花别有风情。因为现在阳明山上多了夜间赏樱的时段。印发季节不止白天可以看印发，俺不挑6点到9点，在阳明山上也能够看印发。印发在 LED 灯光的照射之下，相当的浪漫。在俺不挑赏樱花，又有月光陪伴，很有味道。今年我们特别推出了赏夜樱的活动。那赏夜樱的话，是从我们那个阳明公园进来的喷水池开始，一直到这边的樱花溪流区。那这部分的话，我们总共架设了130几盏的投射灯，然后是从樱花树下往上投射，所以它会有一个非常浪漫的气息。冷气团抵达台湾，又哈冻哦，景爽发，景色温餐，冻享受。因为有美景相伴，又让身体暖和，这真的是人生一大享受。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你会发现其实住在台湾宝岛的我们真的很幸福。除了冬暖夏凉之外，冬天还有暖乎乎、热乎乎的温泉可以来享受。当然了，我们今天认识了许多新的词，一起来复习一遍吧。来看第一个词就是晚上。俺不挑，俺不挑。第二个呢，你一定会很喜欢，就是温泉，温餐，温餐。第三个，我们来学一整句话哦。来看到就是边赏花边泡温泉，很享受。景赏花，景色温餐，冻享受。景赏花，景色温餐，冻享受。讲到我都好想要去泡温泉，暖暖心，暖暖身体一下了。好了，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